如果你而家手頭上有50萬到150萬，諗住喺珠海同埋中山買一層樓嘅，養老都好啦，投資都好啦，一定要先停一下，先睇完呢一條片。今日我要報嘅呢啲咁嘅料，分分鐘鐘可以幫你慳翻成100萬。講緊嘅係一個喺中山賣到成行成市嘅大型開發商海倫堡。你上網去搜索，廣告靚到不得了，價錢又平過人。但不過你知唔知佢哋有唔少嘅樓盤已經有業主集體去進行一個維權，3個盤3個都係爆雷嘅，全部都係真人真事。咁第一個樓盤咧就係三鄉海倫堡嘅雅景半山。咁呢個盤啊真係非常之離譜。業主買樓嗰陣時，開發商同人講小區入邊有條路原來係私家路嚟嘅，可以安心去住，甚至連交樓嗰陣時都係小區路。咁業主安安樂樂住咗2年之後，突然之間同你講呢一條路唔係你哋小區業主嘅，要開放作為一個市政嘅道路。咁你聽到呢度啊，你哋可能會覺得開放就開放啦，有咩大不了？咁最大件事已經嚟啦，一期全部4棟嘅門口離市政道路唔夠1米，咁呢個仲未算，市政路正下邊啦就係同流動嘅地基連埋一體嘅地下停車庫。條路一開放，重型車咧日日出入入嘅震到呢個地基，可以令到你成一棟樓直接變成危房，無法去入住啊！咁你幫我諗下，買樓嗰陣時同你講係小區路嘅，住咗2年之後咧先話你知係屬於市政道路，變相將你層樓變成咗危樓。咁呢種操作叫唔叫做欺詐？最諷刺嘅就係售賣、驗收、交樓3個環節，全部都寫住嘅係屬於小區內部道路。咁2年之後直接改口啦，你話呢中間有咩嘢呢？但不過重頭戲仲喺後邊。咁第二個樓盤啦就係坦洲嘅海倫花園，係一個3萬人嘅超大型小區，3萬人，即係成一個將軍澳嘅人口都係可以塞喺呢一個盤嘅入邊。咁佢哋過嘅日子到底係咩樣？主供水管同埋消防水管質量問題嚴重到爆，平均每個月爆水管1到2次，消防水管啦長期冇水。咁舊年啊春節期間累計停水係90個鐘，90個鐘即係咩概念？即係連續4日冇水用。過年呢段時間，煮飯冇水，沖涼冇水，廁所沖唔到水。你諗下呢種咁嘅日子，點解會咁呢？因為供水管根本唔符合供水公司嘅標準，連供水管網系統都未納入。每次爆水管，揾唔到專業嘅團隊過嚟搶修，只能夠自己去亂搞，搞完又爆，搞完又爆，無限嘅呢個循環。最離譜嘅就係呢個問題唔係1日2日啦，係幾屆業主委員會向鎮嘅住建局啦、鎮政府啦，甚至市人大都反映過，官方核實全部都係屬於屬實嘅。開發商就被勒令換過部分嘅管道，消防部門都發過幾次款，但一個問題係到今時今日依然未能夠解決到。3萬人嘅小區，消防管道長期冇水，你幫我諗一下，萬一如果有火燭，咁呢個點算啦？呢個唔係開咩玩笑啊！呢個係人命關天嘅呢個最大問題。第三個，海倫堡嘅開發商樓盤連環爆雷。講第三個之前，我要同你哋講清楚嘅係，海倫堡唔係得一個樓盤出事，係連環爆。西區嘅海倫時光賣樓嗰陣時拍心口講人車分流，等我收樓嗰陣時啦，人車分流到底去咗邊度？咁坦洲嘅海倫印象五證不全，質量一大堆嘅問題，業主根本收唔到樓。五證係咩呢？即係開發商連合法嘅賣樓嘅手續都未辦齊，佢哋就咁售賣俾你哋。咁最離譜嘅就係東風鎮嘅海倫春天，又叫做京都花園。2015年6月至今，業主合法去維權，開發商一路再拖，業主去東風鎮政府去維權，結果呢，上百名嘅警察去鎮壓，數十名嘅男性業主被拉咗。你聽清楚，賣樓賣到要維權，維權之後呢，又俾警察叔叔過嚟拉咗你走。咁呢個就係海倫堡俾業主嘅呢個售後服務啦。咁呢條片我就只咁講3個，咁我手頭上而家嘅呢一份 PDF 啦，入邊仲有幾十個中山樓盤嘅黑料，文字系列嘅啦，毒水管啦，碧桂園嘅墳景房啦，海沙房啦，疑似爛尾樓啦，全部都係有圖有真相，全部都係真人真事嘅。
如果你準備用50萬到150萬喺中山或者珠海去買樓嘅，咁呢一份資料你一定要睇完之後再去落訂。如果想要呢一份完整嘅 PDF 文檔嘅，好簡單，可以喺個評論區打我要避雷4個大字，我發俾你。買樓係用半生嘅積蓄，唔好俾人哋呃咗，自己都唔知。咁關注我，下一條片我會繼續幫你哋去爆更多中山、珠海嘅樓市黑幕。